係，我係 Philip，咁我係一個放射治療師啦，咁同時間我亦都係3個孩子嘅爸爸。咁今日咧，我就喺度可以講一啲關於點樣教育我呢3個小朋友嘅信念啦。你想自己嘅小朋友點樣成長啊？梗係健康快樂咁樣成長啦。咁你健康快樂嘅人生就係你原來要咁多時間係要陪伴嘅，而唔係用成績係單一嘅指標。快樂成長係願景，但現實係主流每日強調保持孩子嘅競爭力，要爭做最優秀嘅一群。喺隨波逐流同堅守初衷之間，不如聽下 Philip 覺得咩先係最重要？本身我嘅原生家庭啦，都好相信專業嘅，咁所以我先至會成為一個放射治療師嘅。但係喺從事嘅過程裏邊呢，咁我究竟係咪即係專業就代表好穩陣呢？咁樣我發覺原來可能都未必係咁樣。我哋以前嘅舒適圈係一個專業化嘅過程，你就讀一個專門嘅科目，你就可以工作一個好長嘅時間。但係未來嘅世界咧就唔會係呢個啦，因為佢個舒適圈唔會再係你可以擁有嘅保護網。AI 係絕對會令到你個保護網越嚟越細嘅。小朋友佢係應該要學習，佢勇於去擁抱呢個 AI， 幫助到佢哋去學習嘅呢一個嘅世代，佢都好似有個具冒險家嘅精神去做探索咯。呢個係我對我小朋友嘅一個教育嘅方向咯。時代每日都喺度變緊，但 Philip 覺得喺教養上有啲咩係永恆不變嘅呢？就係你點同佢嘅相處啦，因為佢要肯冒險或者佢肯去探索呢。第一個我會覺得係要有個安全感嘅，因為如果唔係佢會覺得冒險做咩都好搏喎，有啲危險喎出邊，咁我搏輸咗嘅話，可能翻到屋企會俾人鬧嘅喎，咁樣咁佢就唔會去冒險啦。呢個其實係主要係來自我原生家庭，即係因為我阿爸阿媽咧就好少陪我嘅，主要我陪我就阿爺阿嫲嘅，我對阿爸阿媽咧就冇咁有安全感啦。咁嘅時候你阿爸阿媽下講一句翻落啊，你咁就唔啱啦，你咁咪就蠢咗啦咁樣，因為大下你會發覺你唔使同佢講啦，即係佢講咩佢都會批評你噶啦，即係買得貴又話你貴，買得平又話你買得平。咁我會覺得呢一樣嘢點樣教導呢？就係由原生家庭。信念再堅定，面對環境嘅壓力，難免都會有動搖嘅時刻。太太 Natalie 喺教養路上都有迷失、焦慮嘅時候。會入媽媽 group 噶嘛，你會開始接觸一啲育兒資訊噶嘛。咁呢啲其實無形就會開始令到你有啟動好多嘅擔心咯、焦慮咯。咁而你唯一可以尋求傾嘅地方就係揾佢咯。Philip 支持太太，令佢重新睇得見陪伴孩子嘅力量。即係譬如大仔咁樣啦，大仔佢如果喺學校發生咗任何嘢呢，就翻嚟呢就好願意同我太太講嘅。咁嗰個原因咧，就因為我太太就俾多個安全佢，點樣咧？就係陪佢放學啊，你要願意可能喺食飯嘅時間抽空，同俾一個空間或者俾個時間去講嘢啊咁樣。咁同時間嗰個講嘢嘅時間，你都唔可以有太多嘅批評啊。咁你建立咗一個願意去開放溝通嘅關係咧，咁你就可以達成到頭先講佢會感受到佢講嘢係有安全感嘅。對於要返工嘅 Philip， 自己都身體力行，演繹咗另一種爸爸陪伴孩子嘅方式。即係譬如話你話要陪伴多啲，咁你咪試下今日陪多10分鐘咯，陪多15分鐘咯咁樣。咁但係呢樣嘢係一個學習嘅過程嚟嘅，即係我應承咗我小朋友會湊佢，即係接佢返去上跑車嘅。咁我相信我就即係打風落雨咩時候我都會堅持去送佢，因為呢個係對佢一個最基本嘅承諾。即係你話俾佢知你會去同佢返學嘅，咁你就要履行呢一個承諾。因為當個承諾中間只要唔使多嘅，可能1、2次嘅時候，佢就會覺得，你講完都係下巴輕輕嘅啫，咁我下次應承咗你啲嘢都可以唔做噶啦。即係我同太太都係一個好強烈嘅呢個真係好強烈嘅 agreement，就係話你一時時去 build up 呢一個信任，佢呢個承諾嘅重要性呢，係對於佢未來嚟講都好緊要。所以你問我去到最後，你問我最核心其實係個信任同埋個承諾會係一個最強大嘅要嘅防線。咁我相信有呢個基石嘅話呢，咁你做之後所有嘅教育又好溝通又好，你先至可以係一個有效嘅溝通咯，係咯。咁所以變咗你作為家長可以喺呢一方面會更加去有呢個
不可或缺嘅角色啦。即係親子嘅相處咧，其實就好似兩嚿石頭嘅碰撞咁樣，互相有對方都有影響嘅，唔係雕琢佢咯。你雕琢唔到佢，佢本身係嗰嚿石就係嗰嚿石，你只不過你互相喺度撞擊嘅時候，你哋產生嘅火花就係會令到兩邊都有改變咯。而你希望就係你嗰嚿石嘅嗰個撞到佢嗰個火花，可以令佢變得更加好。但係同時間你要知道佢都影響緊你自己啊！即係唔好忘記，你作為父母其實唔係將你想要嘅嘢去附加於佢身上，而係你應該令佢行一條當行的路咯。